欢迎收听8月30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撒母耳记上24章，这就是他，上主所拣选的以色列王，敬畏神权的大卫。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在箴言18章12节，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在尊荣之前会先有的是什么呢？就是谦卑。而一个人要败坏的之前，其实就是从人的心开始骄傲开始。有一位在2次世界大战为主来献上生命，愿意来行出那个爱人如己的外交官。他说他听见上帝的声音在他内心深处告诉他在这个时候应该如何行动。于是他打开了当时他在法国担任这个总领事的大门，他在那里大声宣布，从现在起我将给每个人发放签证，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国籍、种族和信仰背景。因为面对在当时2次世界大战德国入侵波兰之后，整个时局在欧洲当中是非常的不稳定，非常的危险，甚至在当时的犹太人已经要开始被屠杀了。而这位葡萄牙的外交官索萨门德斯，他不害怕当时政府，就是葡萄牙政府，他们受到这些强权的禁制，他们处于这个中立的身份，是禁止接收这些难民的，禁止接收这些犹太裔的人来到他们的国家。然而他选择发放签证给这些流亡的人，给这些流亡的犹太人跟这些国籍有问题的人。结果这个行动竟然让他最后在死前是以一个乞丐的身份死去的。但是在这过程中他一点都不后悔。他说，我宁愿与神站在同一边去对抗人的意志，也不愿与人站同一边去对抗神。他深深的觉得在当时的环境里面，爱人如己是神的心意，可是人在当时只看自己的利益。然而他这样的决定在他在世的时候，似乎最后不是一个人以为的好结局，但是从永恒看来，他已经得胜又得胜。因为77年后的2017年，他在葡萄牙得着了2次世界大战的功勋，因为他接纳签证给3万多名当时的难民，不看自己的利益，尽力活出敬畏主的生命。上主尊荣这样的人，就像大卫。大卫在今天的经文，就是在那一个不公义的环境里面，仍然不是选择自己的利益，选择对自己最有好处的方式来面对在当时的环境。这是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他当时最好的方式要躲避这追杀，不就是逮到机会可以杀扫罗的时候就把扫罗杀掉吗？然而大卫敬重扫罗，不仅是他当时的王，更是因为他敬重这位扫罗王是耶和华所膏立的，因着这是耶和华的权柄，这位上主的权柄临到扫罗，他敬畏上主，他不动手，他相信上主在他和扫罗之间必有判断，他不自己成为这样的审判官，也就是他不越权，越过上主的权力去做这样的事。恳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他们在这样的对话里面，后来
扫罗知道大卫根本就有机会杀他，却没有杀害他。在那个时候，我相信他心里面一定会更害怕大卫，因为他更知道这位大卫真是上主所拣选的。上主不是看外表，而是看内心。大卫的内心的确有跟一般人，或者是跟不认识上主的人很不一样的眼光跟信心。在这里，扫罗还反倒祝福大卫，说他是上主要拣选的人。然而他要对上主来发誓，未来要让扫罗的家是被保留的，是让他家族的名能够持续延续下去的。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真的是一个有情有义而且有主的人。他不仅答应了，而且他也没有杀害扫罗。未来的情况会是如何呢？大卫这个时候一定不知道，然而他却选择了一个看来对自己威胁还在的路。不过他也知道，这威胁如果有上主的保守跟允许，上主必定自己成为当中的审判官。恳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许多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在选择自己想要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尊主伟大的心。世界潮流告诉我们，自我中心、个人主义以及人权至上的同时，若是没有这位主，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没有真正的人权，因为人权也是从主来的。恳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思考、判断、行动的能力，来活出以主为中心的生活。大卫就在这样的情况中，更加的被主来尊荣，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样的能力，而是他愿意将自己的选择列为次要，让主来做他的主。他的主在他的想法意念上，自然就会更胜于一般人，其他不认识主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大卫在那被追杀时，却仍显出敬畏你和尊荣权柄的身份。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因着他这样的生命性格，也使他在将来要做王的时候，众人因着他的榜样，也学习成为这样子的权柄。恳求主你帮助每一个你所爱的儿女，特别当我们遇到我们的权柄好像有许多缺乏的时候，主，你的心意是要成全，你的心意是要坚固，你的心意是要扶持。主，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成为那个尊主为大，不仅是尊自己为大，而是一起要尊主为大的生命。主，谢谢你爱我们，因为我们相信权柄有多少，责任也会有多少，而主你会亲自来问责。恳求主你让我们也知道自己在自己的位分上，我们如何面对自己的责任，使我们不失责也不自责，而是要谦卑的来经历主你的带领。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今天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这段经文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然而大卫的决定盼望也是你我的决定。让我们学习尊荣权柄，好使主他的荣耀可以在我们每一个所在的群体当中
来显明他的尊荣和他的同在。愿主尊荣你的生命，因为他看你至为宝贵，他要兴起你在各样的环境中成为你主管，成为你家人，成为你权柄的祝福。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